来看高雄环中清平铁路轨道伫顶个月底完成哦。高雄市捷运局早起第2届测试，按算上紧今年年底会当完工哦。明年元旦会当开始试营运。黄色的路铁两用车拖着无电的列车向前做冷出行的测试。高雄轻铁铁基路顶个月底已经接好成员，途建的部分继续赶工。捷运局15透早做轻铁第2摆测试，透过无动力的冷出行甲有动力的热出行，测试铁基路敢有符合行驶的条件。我们未来在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，并不会说完全的以轻轨为优先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，我们会有跟整个智慧的交通做联动，也就是说，它不会是只有说以某一个运具为主这样子的一个交通的运行的模式。轻铁第2阶段经过中正、大顺等车流量大的路口，防范到塞车等问题。市府表示，未来以智慧交通概念来调配，未以特定运具优先。高雄轻铁成员估计上紧伫今年底通车，陆续会做车辆号志等测试，确保通过相关审核。通车了后，因应侪个人增加，未来验票机袂设伫车厢内，改伫车站两边，上车落车拢爱路卡。看你要到哪一个地方，就一下子就有站可以停了，然后它的那个一班接一班的时间也不会很长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用再去自己去找一个站来做。轻铁成员对市区转车也是观光拢有帮助，民众真期待。政局约定明年元旦了试营运期间坐车免钱，未来票价对即卖基础30块，电子票证10块，改成以坐里程数收费，计销伫20到35之间。刷来嘛针对路卡的方式甲票价做宣导，互民众量早习惯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